此生在世，逃不了悲欢喜。你好，找谁啊？你们？你好，我们是海东市公安局的，请问你是李雪姬吗？哦，李雪姬，你有杀害张敏之的嫌疑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带走。雪姬，哎，雪姬，你那个，哎，警察同志，请问警察同志，这是什么案件呢？您跟我们说一下，简单说一下吧。警察同志，您好，跟我们说一下好吗？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您不要说一下吧？警察同志，同志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多少记者？你是不是还想惹麻烦？你现在马上就要出道了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节骨眼对你来说有多重要？雪姬怎么了？因为杀人被人带走了。怎么可能？这不是你能插手的事情。这段时间给我待在公司，不要惹麻烦，不要露脸，我会派人看着你。等这件事情风头过了，我们再聊。我要见他。我会想办法的。你现在先跟我回去，我是你老板，这件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到底怎么了？雪姬被带走了，警察说她有杀人的嫌疑。谁？张敏之。敏夫人？敏夫人死和雪姬没有关系的，不行！我要去警察局，我要跟他们说清楚，因为我也在现场。你说什么？你去警察局说什么？说雪姬的真实身份吗？警察会信吗？你上楼吧，雪姬不会有事的。怎么办？喂，少爷，陶德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，等下我会问一下雪姬的朋友。律师的律师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为小姐辩护。我马上飞到中国。不用了，留在你该留的地方，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。雪姬这边，我会尽力的。你有好好吃饭吗？这几天都瘦了，是不是没有好好吃饭啊？十一，我不该这样子见你的。我没洗脸，没洗头，妆也花了。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特别丑？雪姬，你很好看。十一，我没有杀人。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能说什么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了。刘雪姬，你叫我什么？刘雪姬。
是这个名字吧？我知道你是谁了。我现在什么都知道了。我已经跟路易斯确认过了，但是李雪姬被警察带走了，我也做不了什么呀。你可以作证吗？我可以跟律师拟定一份回答，你照着上面讲就好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回头再联系。好。对了，一直有个问题很想问你：闵夫人过世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以为是自然病死，你怎么会提出质疑的？一个女人给我寄了张照片，说我妈妈是被谋杀的，不过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女人。一个女人？等等，是这个声音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还是为顾十一的事来的？顾十一想跟他的朋友作为团体出道，这是顾十一的选择。这么多年，一个人很难熬吧？十一，你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你怕我吗？怕你受到伤害。怕失去你。我爱你。人生在世，逃不了悲欢喜乐，逃不了生老病死。不想生病，不想死去，希望永远年轻。可是谁又能说一辈子不老不死不是一种悲哀呢？一起慢慢变老，又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前几日因杀人嫌疑被调查的李雪姬，今日无罪释放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张敏之的这外面记者太多，你别来了。张敏之是癌症的重创死亡。如果被拍到的话，雪姬会更麻烦。你放心，雪姬的事交给我们处理。对了，你要发单曲了，对吧？发布会在下周。你带的樱花很危险，我会注意的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为了雪姬，我是不会提醒你这些东西的。雪姬，小姐，我想看一下。这个关系吧，李小姐，哎，李小姐，哎，什么事？怎么快就到吃饭了呢？好的，谢谢吧，李小姐。